央行宣布第7波的信用管制，有厝佮买厝的贷款袂使有宽限期，上济少到5成。真侪有要买厝的民众就惊讲时到这贷款会纳袂出来。不过民权团体是认为讲，这个管制应该对压厝价较有力，希望央行卖凊彩就来放零。为要让高厝价降温，央行第7摆信用管制打击房车力头，互人正意外。民间团体认为，这摆信用管制有希望压制厝价，不过就惊信用管制提前划停。央行其实有一些信用管制，它其实是可以长期继续进行下去。的确比较担心的是说，央行就到时候就用，明明是撑不住，但是他却用说效果已经达成了，然后取消了这些相关的信用管制，又让房市就是往杠杆变高，然后继续炒作的方向发展。民间团体认为，这摆信用管制要常态化，才能看到效果。这摆若是不是第一摆买厝的人，拢会大受打击。因为央行唔拿调降全台第2号买厝贷款成数到5成，无宽限期，佮提悬存款准备率。唔拿换厝甲真侪厝的人恐惊面临交袂出房贷。中小型建商若是无法度有效周转资金，也可能有倒去的风险。希望政府能不能定一个落日条款，已经在进行中的签完约的呢，不受既往，给他们继续能够履行合约。针对换厝需求的民众，有专家建议，应将有售厝转嫁无房产的亲人名下，不过要注意政府税这问题。未来二线地带甲已经起好的厝，有期会有继续修正。如果说呢有这个价格下修的情势呢，可能也会是这些2线地带为一个首波可能产生的状态。如果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成屋市场呢，或许呢在今年底之前呢，就已经可能可以看到一波降价的溢价的空间。有专家认为，未来房市会转做买方市场，什么时阵出现交易量高或者是卖压，都要继续观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